这题有几字？这题有3个字， 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第一个题是定扣扣。定扣扣，哎呦定扣扣哦。好，来，第二个题是少年的时爱好好啊，甲保养。哦。来，好个有啊。诶，哇，样样袂记，你睇。定扣扣的物件真多哦。哥，你即摆先做好。捏雨伞。捏雨伞。是啊，那是捏雨伞。诶，阮爸爸讲哦，自囡仔时代，咱就爱好好啊保养，唔好食老唔正样。哦，少年袂晓像食老。因为伊带遐济某了，伊留互我这点教训，就是爱自细汉爱好好啊保养。是。诶。哎呀，袂晓保养不要紧，请下骹这个电话，咱公共电视拢有咧卖。哎呦，有咧卖啊！走了唔对台，歹势。走了唔对台。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捏捏雨伞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捏雨伞对不对？拍谁啊？爸爸应该无甲你讲到真正的迄个意思。敢咪是我有讲？第三个题是。结婚会用的对的部位，来，说较紧哦。卡头乌，什么咧？啥那是卡头乌咧？因为你少年，你少年爱保养啦，嘿爱保养，啊你老啊，才袂歹去，嘿，才袂歹去，骨质疏松安尼。是啊，第三个题是求婚，系啊，有卡头安尼啊。哦，所以讲你的答案是卡头乌。好，来，老师卡头乌对唔对？恭喜！哎，分数啊，加新大加5千。好，来，我继续甲看。哦，痛风，痛风会痛，嘿，一定会痛，嘿，就是咱的关节啦，对，卡头乌。哦，咱即马福星拢起来，上尾啊一位啊，要拼要拼，是伊有两个拢出专辑的啊，对啊，所以讲就是有迄个更多啦。嘿，喜事临门啊！不然这个回合我敢会当宣布讲要放弃？是安怎？想那讲，会佳丽姐咧。哦，但是你放心嘛，因即马零啊。会啉两题就一万，加油加油！你著拼起来啊！拜托的啦，互阮谈一个啦。好来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3个字，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咱第一个题是，我唔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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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来，第二个题是。一句台词哦，台词哦，我唔相信一句台词哦。好，来重要的来啊，第三个题是啊，来第三个题是情书百款，有情书，一句台词有情书百款。我唔相信。好来，第四个要来无？要试就试哦。不，好来，第四个题是。叶美琪哦，我来，嘛是你慢啦，你伤慢呐，这边为着录钱。你是爱加来，加来，录加，爱来丢。伊个主持的啦，哎呀，你拄也无，无因为真爱见红来，不要紧，来，咱来看你的答案是，我的答案是感恩呢。感恩呢？为什么是感恩呢？因为细汉的时阵，捌看过遐就是台湾的戏嘛，就讲迄有一个8点档，但三不过是条感恩呢，啊后壁搁伫网络顶悬变做是一个迷因呐，对，趣味的，大家拢感恩呢，有足侪金属安尼。是，好来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感恩呢？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是哦。来分数，恭喜新家得了5千咯！来，咱看，真正是8点档，嘿，经典的台词，无对感恩呢，都无看到，唔则袂晓讲。对啦，真正无应该知影啦。我知影是两个字啊，是什么话？恰恰，我刚知影。来，咱这条几个字？这题嘛是3个字，嘛是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，咱看第一个题是。照顾囡仔，照顾囡仔，照顾囡仔。哦，第二个题是警察，警察照顾囡仔，合理的啊。对啊。警察照顾什么囡仔咧？来，第三个题是来操控，来操控。哎呦，警察
照顾囡仔来操控，哎有，无？有就试，你知影知影都爱试啊。是，也是我搁第4个来哦，我试看卖。好我来试看卖。你手冲锋，无要紧，甲5千手起来。嘿，看卖。对啊。去看麦。但是我袂记迄个台语。啊，干是干是干是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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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是好来，干是你的答案是干是鸡，干是鸡，老师对唔对？还是点点嘛哦。阿伯，阿未哦，等市长者，哦，啊，结果是你啦，你是对的。我吼，确定哦，哎，是不是发音？ 5000哦，干是气，干是去，老师点头啊啦，点头啊啦。你猜宝贝，我有做面体的吗？另外一部伫这呢，嘿啊，换你边仔你哎是。老的老婆定，你不小牛者，来，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干是气，干是去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恭喜。来分数。终于得到5000咯。好来，继续看落去哦。第4个俩查啦，哦，第5个无时间，就是拢看会到啦。好来，不要紧。请问阿嬷定定讲人是三宝身体，啊，你敢知影三宝身体是啥物意思咧 ？A 就是讲这个人吼面大骨啊 ，B 就是身体吼虚弱较厚实破病，哦，啊 C 形容人足勇健拢唔惊冷。好来，咱请选择是人是较笨蛋，嘿哦，也是讲会搞破病啦，搞破病嘿，也是讲会较惊寒的啦。对，你看，啊，这好酒，唔知你播音啥？好来，5、4、3、2、1。你那个对吧？啊，你们是要记到？啊，算唔知虚味哦，会冷咩？我咧想，三宝身体应该是定定拢会听到的。嘿啦是你感觉三宝身体是较虚弱搞破病搞破病。诶，因为这题我较确定的原因是，我自细汉就是去阮阿公阿嬷，叫阮阿祖讲啊，这个季节啊，你就要三宝身体。是感觉连咪感冒，连咪安怎样，我拢要甲我请病假回来。所以讲我印象非常的深，我感觉答案就是 B。全部拢是 B 三呢，宝身体，无错。嘿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好，来，这条我先讲音啦，哈，你的正确音应该讲三宝身体啦，三宝嘿三宝啊，迄个拄仔恁讲到三宝，啊，三宝是啥？三宝是金宝、银宝加钱宝，所以人讲手不当三宝。哦，所以意思完全无共哦，吼，意思讲这样足高贵的啦，吼，啊，都唔免做工课，吼，啊，所以迄叫做三宝，啊，这条叫做三宝身体，吼，三宝身体就是身体较虚啦，较够破病，吼，啊，三宝是安怎来？迄是因为伫1936年日本时代大概镇南宫因咧做酒，吼。啊，爱附近的4个宝拢爱搭一个团，啊，通去来斗闹热，啊，个比赛看上搭了较水哦。啊，这第3宝叫做顺天宝，伊的装塔上无请呀，啊，灯光上无响目，哦，所以这3宝就是安那上尾名啦，哦，啊，表现上歹意思，所以后来这个3宝都互人摕来形容身体烂，啊，较够破病。请问，咱迄个农历要过年进前吼，台湾人拢会清炖还是菜炖啦吼？啊，大部分拢会安排伫咧倒一天了才开始咧。A 是咱12月初8，叫做腊八节；B 12月24上旬；C 12月29暝。是来，咱请选择，嘿，清炖、菜炖拢可以。来，哎呦，是12月初8，还是12月24，还是12月29咧？这位靠前期你咧无影响你，我咧坐车啦。哎，搁北京一部，啊，你要是，啊，搁北京一部， 5、4、3、2、1，停！哦，
来，咱这边是12月初8，就是人华语你讲的腊八节。恁感觉是这个节日？恁兜有咧清炖无？清炖就是大饼扫嘛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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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阮兜拢是过年进前个饼扫。对啊。是。对，所以应该唔是。这样话就对。我感觉啦，应该唔是4月29尾已经要过年啊。对哦，伤接近啊。对。是。啊，因为吼，对阮兜来讲吼，也是比吼24号饼扫的话吼。有淡薄仔赶啊！哦，是较无用。啊，伫初8开始，时间足侪慢慢变。迄种感觉。啊，你到暝你免遐尔啊赶。对对对，这嘛是有道理的。来，咱这个好日就是咱的利是。利是。是。家人嘛是嘛。其实吼，我甲姐也报告，我其实袂记你到底是几号要做这件代志。不过我讲吼，应该是上神，咱神明。登去天庭休困啊！这个所在咱大概帮伊摒扫，伊是清炖就是清就是咱的红芥道，吼，甲清好清去，伊搁住伫遮，你甲清无，定你咧甲搅叉。哦，我感觉是应该是这款思考较对。所以若照你安尼讲，这人爱混袂才会使洗身躯。这就嘛像你讲嘛，混袂袂使洗身躯，因为水会走袂去，安尼有影。混袂袂使洗身躯。嘿，不要紧，来咖喱来，阮的阿丽啊，阮三八的啊啦。咖喱无，因为好朋友。贵州拢伫遮，我三八是为三八的啊。较有会人来讲，是，你感觉是上神？上神啦，因为以前吼，我感觉我对阿嬷的时阵，拢爱拜拜嘛吼，啊神明道，吼，拢爱清，爱清，啊你也讲上神了，咱来甲清啊清气。就甲伊讲，咱过年啊啦，对，爱甲神明，大家拢爱拜嘛，嘿，啊神明先上灶，啊咱再来清啊清气，哎，变甲清，哎，这嘛是有道理哦，吼，来，李高梅，这较拼。你有咧拼吗？有咧拼，但我唔知有啥物我会走来食。莫非有啥物神奇的力量了拼来？是，因为这种物件应该拢是查甫囡仔你穿较济。无一定啦，阮兜拢是规家伙啊，拢。规家伙啊，拢一定爱伫啊，但是讲穿。因为神明道嘛，我是较尊重，拢是查甫囡仔去穿的。来，查甫囡仔来，这做点仔加的啦。来，所以讲你拼的时拢2高暝吗？对，阮个做是做了啊，转去厝内，啊吼，爸母就讲啊，斗3工拼要过年啊，所以我个选1工安尼。你有选1工？哦，是。真拼哦。不要紧。来。其实这3个拢是好的节日。我感觉大家拢中好日子啦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恭喜 B， 来，咱 A 甲 C， 请回。咱台湾俗语讲大饼厝啊，较会富啦吼，就是咧讲咱旧历12月24上神了后，啊家好好地安那大饼扫，就是咱民间所讲的清炖吼，啊清炖啦吼，啥物是清炖咧？这清有清除、清洁的意思哈，比如讲咱用这芥末清啊，甲这营养改啊啦，甲迄个清好清掉。啊，这豚就是咱的营养、香烟、熏油，像讲咱红粿桌顶有无，咱有摆香炉，啊有香火的，咱拢会当个叫做豚。所以清豚除了厝内大表扫，上主要就是咱拄来宾讲的，趁新民无伫咧，啊甲红粿桌顶甲饼好清气。通准备过年。请问三峡的迄个金鱼甲胖真出名，你敢知影当初头家是食着什么才发明的呢 ？A. 菲律宾的胖 ，B. 日本和牛料理 ，C. 意大利的饼。好，来，咱请选点。真难哦。是菲律宾，还是日本，还是意大利？嘿。来哟！要分散风险呐，因拢一堆一个人，要安怎分散？多一人坐晕哦。这都有的啊。来，5、4、3，啊，徛你刚捌掉的哦。时间到。来。你袂有啊？咱8点的啊！伊个唔知要安怎？8点的，搁咧看外口咧吼咧。来，8点的。8点的。你感觉是菲律宾你用药的对吧？哈有的。啊，是恁马来西亚有食过菲律宾的胖？唔捌。唔捌哦。唔捌，这2个嘛是真奇怪。对。伊感觉是意大利的饼哟。意大利。啊，不过我
徛过来我都好后悔啊。哦，为什么应该？是 B，为什么应？该是 B。我唔知影，因为我看外口，我就欢喜安尼，应该是无人看到啊。哎，伊拢甲你看衰了对吧？意思就是外口就讲无人徛 B 啦。哦，啊对啊，因为金牛角嘛吼。是。哦。金牛角嘛，所以甲牛有关系啊。哦。而且阮台湾日本较近啊。对。哦，啊那你咧？所以应该是 B 啦。阿瑞，阿瑞，不要紧啦，你摸出来我就足惊的，因为我无爱食胖嘛，无爱食鸡卵糕，嘿，我拢无爱食。米粉类的无爱。米粉类的拢无爱，所以我这个选 C 是靠着咱这个团队的力量。哦，大家有甲你提醒。对。是 B C 都对啊。系啊，感觉是 C 呢。你感觉是？嘿，感觉是 C。有当时啊吼。哎呦，我拄则都徛 B。到底这3万块会省起来无？来，正确的答案是。三夹有3宝，来老家做树苗加金牛角，你若去到三夹，就发现啊3脚步啊5脚走，都有一间芳店咧卖这金牛角芳吼。啊，第一间咧卖这个金牛角芳的叫做福美轩福美轩吼，是头家伫民国47年发明的。听讲伊是伫这个飞轮机顶食到这个菲律宾芳，而且得到灵感，想要告诉我即马正做。介出名的啥？三峡介出名的伴手礼，所以即摆你也去三峡佚佗，若无买就袂输，无去三峡咧。